其實件事我都覺得好震驚同奇怪嘅，因為我對呢個人係真係毫無印象，係除咗之後新聞報道我先認識呢個名字同埋認識呢個樣之外咧，我係冇任何有關於佢嘅記憶噶啦。咁至於你話6年前講緊2020年咁樣，可能有形形色色好多唔同嘅人曾經 approach 我話想幫香港人有呢一個或者嗰個嘅 idea， 唔出奇嘅。但我覺得奇怪嘅位咧，係當時候 BNO Visa 都未有正式開始，點會咁快就有興趣或者留意到 Live in the UK Test 咧？我覺得係好奇怪。同埋當時候港僑協會係2020年嘅7月先至註冊成立，咁即係點解會有呢件咁嘅事咧？所以其實我係好多不解嘅地方。